第10章，这个事以后，耶稣阁设立70个人，差遣因两个，伫因头前去家己所要去的逐个城、逐个所在，就对因讲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恁着求庄稼的主，差工人出去收伊的庄稼。恁去吧，我差恁出去，亲像羊羔入豺狼群，毋免带钱袋，毋免带袋仔，毋免带鞋，伫路上毋免甲人问安。无论入倒落一家，着大声讲，愿这一家平安。迄位若有着得平安的人，恁所求的平安，就的确临到迄个家；若无，就归互恁。恁着踮伫迄个家，食啉因所供给的，因为工人得到工价是应该的，毋通对即家搬到迄家。无论入倒落一城，人若接待恁，甲恁排什么，恁就食什么。着医治迄城内的病人，对因讲，上帝的国临近恁。无论入倒落一城，人若毋接待恁，恁就到街市顶讲，就是恁这城内的尘土抹伫我的骹顶，阮也着当恁出去。虽然安尼，恁应该知影上帝的国临近啊！我甲恁讲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所多玛所受的，比迄个城较容易受呢。哥列信啊，恁有知会啦；伯赛大啊，恁有知会啦。因为伫恁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伫吹罗西顿，因早已经披麻蒙灰，坐伫地上火解。当审判的日子，吹罗西顿所受的，比恁较容易受呢。迦百农啊，恁已经上到天顶，将来的确要杀落阴间。搁对学生讲，听叹恁的，就是听叹我；气杀恁的，就是气杀我；气杀我的，就是气杀迄个找我来的。迄70个人欢欢喜喜的倒来，讲：主啊，因为你的名就是贵也福运。耶稣对因讲：我捌看见撒旦对天顶坠落，亲像闪电一样。我已经互恁权柄，通吞达蛇甲热仔蛇，搁赢过对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无有什么会害恁。总是毋通因为贵福恁就欢喜，就因为恁的名记伫天顶欢喜。拄迄时阵，耶稣互圣灵感动，就欢乐，讲：爸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个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仔就显现出来。爸啊，是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安尼，一切所做，拢是我的爸交付我的。除了爸，无人知影囝是一罪；除了囝甲囝所愿意指示的，无人知影爸是一罪。耶稣活身暗暗对学生讲：看见恁所看见的，迄个目睭有福气。我甲恁讲，从前有真多先知甲君王爱看恁所看的，却无看见；要听恁所听的，却无听见。有一个律法师
起来试探耶稣讲：先生，我应该做什么，才通承受永活？耶稣对伊讲：律法顶写的是什么？你读的是什么？伊应讲：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力、真意，听主你的上帝，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耶稣讲：你应的对，你安尼行，就的确得到永活。迄个人要显明家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讲：一位是我的厝边呢？耶稣应讲：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落耶利哥去，落伫强盗的手中，因拔去伊的衣裳，将伊拍到半死，就ฮ็落伊行啦。偶然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来，看见伊，就对迄边过去啦。搁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所在，看见伊，就照样对迄边过去啦。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到迄位，看见伊就动慈心，进前用油甲酒倒伫伊受伤的所在，包好啦，扶伊徛家己的精神，带到店内去照顾伊。第二日提出2钱银，交互店主讲：你搁照顾伊，这个以外所费用的，我倒来得较行哩。你想这3个人，倒落一个是落伫强盗手中的厝边呢？伊讲是怜悯伊的。耶稣讲：你去，照安尼行吧。因行路的时阵，耶稣入一个乡舍，有一个妇人人名叫马大，指伊到家己的家内。伊有一个小妹名叫玛利亚，伫耶稣脚前坐着听伊的道理。马大思考的事多，心内忙乱，就进前来讲：主啊，我的小妹留落我一人伺候你，你无在意吗？请吩咐伊来帮助我。耶稣应讲：马大，马大，你为真多的事思虑烦扰，总是毋通少的，只有一项。玛利亚已经拣迄个上好的福分，是袂话抢去的。